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甲心肝底离陪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啊，即马公司大细项代志拢是你咧做主，我留伫公司也无啥代志啦。甲几个老朋友见一下面，看是要拍球、运动，还是食饭，拢较袂遐无聊啦。你这世人遮尔啊辛苦，即马好无简单会当休困。看你想要爬山、游水，还是拍球，做你去啦。即马到机场应该会赴吼。高先生，哎是啊，恁是？你袂记哦？咱顶礼拜有约好势，今仔要甲李总裁做一个专题访问啊。就问李总裁敢有伫个？因为伊有真重要代志，所以交代我替伊接受访问啦。哦，你麻烦你。刘伟啊，较早我咧找你的时，你拢讲无时间无闲，哎奇怪，最近啥啊时间哪遐会坐遐尼？啊，就即阵啊，我喺公司拢交我迄个客囝咧换啦，所以就加真闲啦。是啊，长江后浪咧推前浪，咱这前浪哦，拢叫伊塞伫个沙滩山顶管。对啦，换一个角度来想，咱已经袂用到半死人，即马应该爱好好来享受啊。就是讲啊，咱几个老朋友吼，就爱较食斗阵的啦。啊，朝朝会去拍球，还是去运动，还是食饭摸卫生，嘛是真好啊。我是维纳斯集团的萧天爱。是，萧小姐你好。来，萧小姐，麻烦你替我签名做解确认。哦。谢谢。喂，萧天爱。是啊，我拄落飞机。你稍等者，安尼敢好啊？哎呀，谢谢。即马哦。你问唔对，一定是你。10年啊，我一直唔相信你已经离开这个世间啊。经过10年，你总算是出现啦。如月，这10年来，我一直拢在思念你呢。每一遍我看到新兰的面，
我不时拢会想起你。新兰即马离开我也是同款思念你。如月，我这边袂搁再互你离开我要永远守伫你的身躯边。如月，你认唔对人啊？是。喂，新兰姐哦，我即马人伫机场啦，我无接到小天爱小姐，嘛找无阮总裁，即马要安怎走好啊？你先莫着急，我想小小姐可能直接转去饭店嘛，无咱等下直接来饭店找伊。哦，好啦。李贵啊，这是什么代志啊呢？大家讲啊，当时欢喜的时阵呢，门口有人换电人做你走。是啊，手机也唔摕，物件唔杂，你叫啥物人做爱用啊？无啦，我伫香港看到一个老朋友啦，一个真久无看到的老朋友啦。哦，是啥物朋友安尼遐有魅力啊？我咧看吼，那是以前的老情人咯。无啦，啥物老情人啦？我若真是有老情人，我留伫遮，甲恁两个推啊，在遮咧做运动。我嘛是有影。说的也是啦。哎，刘呀，爱这个呀。感谢你。好啊好啊好，好吧好吧。如月，几个伊互你玩啊？如月，如月，如月。伊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如月，你总算是精神啊，你有要紧无？我不要紧，多谢你。来，我扶你来。唔免啦。如月，如月，经过这么多年啊，你个性拢无变，也是这么倔强呢。歹势啦，先生，你认唔对人啊？我唔是什么如月。如月，我以为呢，你当然嘛是如月，你袂认得我？我对国外拄转来，我叫萧天爱，我并不是你讲的什么如月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先生，为着要感谢你救我，无我请你留嘉宾。老先生，我已经甲你讲过，我毋是如月，我叫萧天爱，可毋使请你莫安尼看我。哦，歹势，我知影我家己真失礼，也毋过确实是足成的呢。我毋敢相信，讲伫这个世间有生得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啦。真趣味呢！我头一摆来台湾，就遇到这款的代志。
你头一摆来台湾哦？嗯。你是倒位来的？我住喺日本啊，我来台湾讲公事。拄我正伫咧 check in 的时阵，我就接到朋友的电话，所以我就先去伊的办公室，了后转来饭店。本来想讲要游水运动者，了后才来休困，想袂到就发生这款的意外。伊讲话的态度甲感觉，确实是甲如月无啥共款。敢讲伊真是毋是如月，是一个生出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人。你搁伫 confuse 啊，对无？是的，互你看出来啊。不要紧啊，只不过是啉着人嘛，迄无啥。要毋过会当安尼熟悉，嘛算是缘分。这确实是真难得的一个缘分啊！你讲你为日本来办公司，还是办啥物代志？较无看到你的朋友，还是恁先生陪伫你的边啊？我一个人惯势啊啦，生活真单纯。这个来台湾是要来讲 SPA 的合作案。你的意思是你还未结婚哦？你这么直接问一个女士这种问题，是毋是足无礼貌的啊？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我唔对。甲你滚生笑的啦！你对一个坐落来，毋是歹势，就是真实的。我看我讲，你嘛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免来会使，互你这么委屈的。啊，无既然你安尼讲，你是毋是当互我一个机会？你伫台湾这段期间，互我做陪，带你四界行行，好好熟悉台湾。新兰姐，咱即马拢已经等2点外钟啊呢，敢要搁继续等落去？你先莫着急，我想肖小姐应该足紧就转来啊。哪有这款人啊？到去走来饭店 check in 了后，煞落搁毋知走去倒去，也毋敢咱联络。天俊，你是对啊毋对哈？是你家己无接到人呢，你较有耐心的好无？我无接到人，啊，毋是你的宝贝小弟啊害。我现在佫无去上班咯。怡娟若一工袂好势吼，总裁就无法度好好专心去做事啦。你讲的嘛对。我毋是讲伊无应该照顾怡娟啦，伊也毋过总裁，伊啥物代志拢毋管，安尼早晚哦，一定会出代志的啦。这点我真清楚，这段时间辛苦你啊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会找一个时间好好甲无咱讲一下。嗯。刘立伟。妈，妈，新兰，拄则我一直甲你提起迄个如月，就是这位小姐的妈妈啦。小姐，你甲老先生同款认对啦，我叫萧天爱。免哪有可能？你明明就是我的妈妈，我哪有可能会认着啦？妈，我是心兰，你袂认得我哦？这个小姐，我真正毋是你的妈妈，请你唔通安尼，好不？新兰啊，你的心情叔叔会当了解啦。打开始的时阵，我嘛是甲这位小姐当作是你的妈妈，因为因两个人实在生得是一模一样的。感谢你，新阿姐，你真是毋是阮妈妈，真是一个讲妈，心都足共款的人。来啦，我替两位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维纳斯集团的萧天爱，萧小姐，啊，这位是罗氏建设当属长的特别助理李新兰啊。你好。歹势。看起来，我真正甲你熟悉迄个人星座真共款。萧小姐，你好，我是明记集团的古天俊啊。啊，你无伫机场单位去接你，哪会甲磐石建设当属长斗阵啊？啊，恁两个？是啊，阿姐，恁哪甲萧小姐斗阵？是毋是恁磐石
嘛想要跟维纳斯合作。新兰啊，你先莫误会啦。我甲小小姐是真单纯的朋友，无生理上的来往啦。我嘛袂来影响到你甲小小姐的合作，你放心。肖小姐，你这摆来台湾是受到阮明基集团日本总公司的邀请，希望咱合作应该无有啥物变化啦吼。顾先生，李小姐，我小天爱你做生意有我的原则，我会按照我原来的计划，明仔载就去度假村做实地勘察。这个小天爱，敢嘛生做遮尔啊神？敢真是较好？为什么阿姐会熟悉伊？阿姐的心肝内伫咧想啥？代志敢真是遮尔啊单纯？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不管带去偌侪医生看，我一定要医卷好起来。你免惊，你免惊啦，唔好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你先是暂歹势吼，目前只敢若通进行到这个阶段尔哦。我知影，多谢李医生。会啦，医卷，咱来等。较细哩哦。顺便。来，我敬你。这酒真赞呢，想要到你对酒遮尔内行。你真内行哦。那这支酒吼，我是收藏几60年哦。我一定要当着真特别的人，伫真特别的时阵，我才会摕出来点的哦。那呢，我就借花献佛，我来敬你。安尼你要敬我啥物？敬你甲我见面上。确实是真奇妙，坦白。送你。送我。多谢。伫个国外真罕你看到这款的兰花。你好，亲像无啥介意这种花哦。嘛毋是啦，这是我上介意的是薰衣草。你敢知影？伫北海道薰衣草盛开的时阵，你行伫迄一片紫色的花海内面，会特别互你感觉心旷神怡。そうです。我即摆当确定伊毋是如月，如月上来的是兰花，伊上来的是薰衣草。唉，伊是小天爱，一个完全无共的人。但是伊若是有如月面容，伊的气质比如月更较迷人呢。我一定好好把握上天给予我这个机会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？念你的酒，话匣子就打开啊！你要甲我讲你的初恋故事是无？无毋对，我甲如月迄段感情，是我这世人拢袂当放袂记的初恋。如月、明贤甲我，阮三个人伫读高中的时候是同班的同学。因两个人功课足好的，特别若考试，毋是这个第一名，就是迄个第2名啦。我近摆拢吊车尾，永远对伊袂得。伫学校，我算是互老师啦、校长啦，感觉上界头疼的人物。虽然讲我甲因两个人好亲像无共世界的人，但是阮三个人就有话讲的哦。后来，阮三个人变做是上好的朋友。后来咧，应该袂你两个同时去爱着如月吼。命运好亲像咧创治阮这三个上好的朋友，明贤甲我，煞同齐介意着如月。互我来摇一个，最后
明雪甲如月斗阵，啊，你到今嘛还阁是孤家寡人一个。哦。规暝拢咧听我讲故事，你一定感觉足无聊的吼。袂啦，你的故事互人真感动。尤其啊，伫即摆即个时代，真罕咧有人会这么用心去爱一个人。也时间过了愈久，你的这份爱，看起来那是愈甜愈香呢。你敢真是有这个感觉？嗯。我就知影讲天公伯也无遮尔残忍啊，伊就是要补偿我失去如月的遗憾。所以才会派你这个仙女来到人间，陪伴着我这个凡夫俗子的身躯里。新来，我讲一个笑话互你听吼。有一个因为走的歹人，去互警察抓着。法官就甲问讲吼，你先来因为草哈？结果你知影迄个嫌疑员伊讲啥无？伊讲因为我袂爱用真草啊！你讲绝不绝？有好笑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知影你咧烦恼我的头路啊，也毋过你放心嘛。虽然讲我无找到适合的，也毋过我袂安尼用打赌啊。我一定会再接再厉。俊华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我拄到阮妈。哪有这个代志？就咱迄个度假村啊，要甲维纳斯集团合作，迄个代表人叫做萧天爱，伊竟然甲阮妈时钟一模一样。这哪有可能？我会记你甲我讲过10年前你妈小老虎的失踪去啊。是无毋对啦，10年安尼。但是这10年来，我从来毋捌放弃过讲阮妈阁活着的希望。俊华，你甲我讲，迄个萧天爱，敢有可能就是阮妈？恁见面的时阵，伊敢有啥物奇怪的所在啊？比如讲规身躯皮皮抓，或者是讲话时阵嘴齿会拍角，还是讲手会流凊汗，面啊青顺顺？无啊，伊足镇定的，而且伊看到我，敢若真是对我一点印象都无，所以我才感觉奇怪。那你就毋是伊啊？你想看觅啊？伫即个世界上，生做共款的人，都已经见怪不怪啊，都敢若迄个嘉文甲柯倩共款。啊，歹势吼，反正你伫转牛角尖，对你对伊拢无公平嘛，吼。我知影我安尼做是毋对，也毋过你敢知影？10年安尼，你敢知影？我看到伊的时阵，我就想要过去甲揽无掉。甲讲这10年来，我是偌尼啊思念伊。甲讲这10年来，我心肝内所受的委屈，也毋过是安那伊毋是，是安那伊毋是。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啦。无的确是天公伯也知影讲你足思念你的妈妈的，所以派一个甲你妈生做足同的人来甲你安慰啊，对无？安尼嘛是袂歹啊，对。干嘛呢？你看，伫恁合作的这段时间，你毋是逐工会当看到伊，安尼总比你敢若会当伫咧心肝内想你的妈妈来得实在啊。你讲的嘛对。也毋过俊华，你想看觅啊？今仔日我只是拄到一个甲我妈生做足同的人，我的心肝内就有遮尔大的感触。也你咧，是安那？你会对董事长遮尔冷淡？是两回事嘛。这哪会是两回事咧？你甲董事长是亲生的爸仔囝呢。以前恁毋知就准煞，也毋过恁即马知影，是安那无愿意互相珍惜咧。董事长年纪已经遮大，伊偌尼啊希望伫这段时间内，有你会用伊伫咧身躯边陪伴伊。代志无遐尔简单嘛。我心肝内，我认为伊无够伊的资格，互我叫伊一声阿爸。也毋过你叫过啊。莫阁讲啊啦！俊华，你敢知影这个世界上，敢若友好这件代志袂用得等？你敢毋捌听过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？啊！
啊，食饱家己看洗洗吼。好啦，我要知啦。买菜啦。都是拢了生。搞啥？老等诶。啊，那你来啦，啊，有啥代志？我是要来看俊华啦，啊，我惊伊讲吼，伊唔肯甲我见面，所以我唔敢。俊华七早八早有出去找头路啊啦。伊无伫啊。嘿。啊，你也要食吼，来到恁家，我有清粥小菜紧。免啦，我还有代志咧，啊，无我先来走啦吼。歹势。等。你袂感觉眼油啦？去食糜啦！我要买菜。姐啊，总裁来啊！对，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度假村的代志就交代互你甲天俊处理就好啊，谁人一定都要我来。博山，我知影你最近为着遗卷的代志，你足烦的，但是你嘛袂用安尼死啊！公司的代志你拢唔爱管，安尼落去要哪会用的啦？遗卷若一天无好，我就一天无法度专心啦。其实咱大家拢希望伊会当紧好起来，但是伊即马需要的是时间。博山，我感觉即马上重要的是你家己爱徛好在，啊无你免哪帮遗卷。我不管，我要来照顾遗卷，我要带伊来医院看。博山，博山。妈，博山，博山，哪会即款的场面，大家拢在搬一届？博山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萧天爱萧小姐，伊是维纳斯集团的代表人，伊这边来台湾是要来跟咱讲合作案。看起来恁两个是姐弟啊，所以才会前前后后认唔着人。可惜我还未结婚，要若无有恁两个遮尔大汉的时岁，唔知要偌幸福的。无可能，这个世间无可能有两个人生到这么成，你一定是我妈妈，一定是。博山，我问过啊，伊唔是，伊真是唔是。无可能，一定是，你一定是着刺激，才甲我袂记对无？这一定是妈，一定是啦。李总裁，我千里迢迢对日本来到这，是要来甲你做生意的，并不是来这要甲你定亲情的。萧小姐，歹势吼，阮弟弟失态啊。无咯，妈，你看我，你一定会想起来。李总裁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是你认唔着人，请你唔通安尼哦。无可能，我袂认唔着人。妈，你的模样，逐工拢出现伫我的梦中，你一定是我妈妈，我袂认唔着人的。哎，总裁，人萧小姐真正是日本来的代表，你嘛养惊着啦。无咯，妈，你会记无？细汉时阵我有下句，你就是为着要替我买下句的药啊，再无说你跋在水底。我是博山，我是你上爱的博山啊，妈。是啊妈，我是新兰，对啊你敢袂记啊？细汉的时阵，你拢讲咱两个足熟的，我若摕奖状转去的时阵，你拢足欢喜的。你即摆哪会袂记得阮啊？我真正唔知你两个到底是咧讲啥话啦。我看今仔日可能无适合去看迄个场地，希望我临到我再来的时阵，你会当恢复正常。假使你若是搁安尼，一定都要认为我是你的妈妈。真歹势，咱的合作案取消。袂用的，袂当回走。那遐紧就结束啊咧？根本就无去看场地，我搁互因两个认作是因的老母啦。袂当怪因啦，实在太想了。拜托你唔通搁再讲啊，好无？我已经互因两个姐弟啊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好甲我头壳足疼的。好啦，我莫搁讲啊。啊，赶紧上车啦！较免若来吼，搁讲袂煞。行。妈，妈，因两个姐弟啊，想妈妈想到安尼，实在可怜。奇怪，妈哪会坐着你话车？我嘛唔知影，因两个人早就斗阵出现，而且阿姐伊嘛甲我讲，伊是妈的朋友。唔对，代志无这么单纯。
刘立伟一定阁想要避鬼避怪。什么意思啊，博山？天俊，马上回去公司查出萧天爱所有的资料。是，总裁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心情无好哦。毋是啦，只是感觉心肝来怪怪。是安怎我一个来台湾，会有遮尔啊侪人甲我认着？我甲迄个如月，敢真正较像？真正足像。你敢知影？我接因两个姐弟仔叫我妈妈，希望讲我会当认出因两个的时阵，我的心肝内有一种足奇怪的感觉。也毋过我讲袂出来，迄种感觉实在是足奇怪。莫去想啊啦，无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甲无欢喜的代志放袂记。什么所在？我先莫甲你讲。你敢是爸的车？车顶哪阁一个查某？迄查某啥？我就确定，迄个萧天爱一定就是妈。伫这个世间，无可能有两个人生出遮尔像。我嘛希望伊是妈，也毋过毋知影为虾米，伊对咱两个一点印象拢无呢。总裁，这是日本迄边拄仔传来萧天爱的资料。也毋过是安怎？资料敢若这10年的，啊正经的咧。无啊。日本迄边嘛查袂到10年前的资料啊！这点就真正互人想无啊！伊无可能无10年前的资料，除非有人跳过要隐瞒。博山，10年前，拄好是妈跋落溪底迄个时阵。那你就更加肯定咱的破绽是正确的，萧天爱一定就是妈。也毋过。伊对咱一点仔印象拢无啊，这是为虾米呢？伊袂记得咱，是安怎伊会记阿姐？而且阿姐佫讲是伊的朋友。这根本是刘立伟的阴谋啊！有可能。这2天咱得想办法，过来甲萧天爱见面。我有真无好预感。博山，这是虾米意思？咱得紧帮助妈妈恢复记忆，甲所以若叫刘立伟唱片，安尼就害啊！这就是你以前读书的学校。毋对。安尼我以后，这嘛是你明协甲如月母校，你操练的所在。哈哈哈，完全正确。我拢是坐伫车后壁一排，我门边啊。我知影，因为迄翘课较方便。你内行。如月坐伫遮，明贤坐伫遮。敢是安尼？妈，你来转来啊？你也袂小甲通知一下，我毋通去接你啊。恁老爸人咧，这几天我转下港，伊拢无转来是？妈，你莫想遐多啦。爸伊哪有可能无转来啦？伊是咧无用应酬，第一名你烧酒醉啊，所以才无转来啊。应酬就免转来，伊去应酬是安怎无带你去？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妈，
爸去应酬嘛，无一定要带我去啊。搁再讲，即摆公司有遮侪代志需要我去负责啊。你莫听你后爸讲话啊！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妈，哎呀，你叫我要安怎讲啦？志坚，莫讲我来当做家己亲生后生的看待，就看在你甲客卿遮尔侪年好朋友、好兄弟的情分，你嘛无应该骗我。妈，我知影你一直足关心我，一直足照顾我，也毋过，志坚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徛我这边对无？你老讲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好啦，我知影爸伊最近吼，定去拍球，去健身房，甲一个客户常常咧来往。我想，应该是咧讲啥物比较较重要生意。客户，查某啊查某的，是毋是潘氏的老客户？迄个女客户你嘛应该熟悉啊，我嘛无啥确定。女客户，我熟悉，是啥？妈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是因为感觉爸甲伊足熟的，所以我毋知想讲你。哎呀，反正我知影干安尼尔啦。你敢若知影遮，也是你唔敢讲。你唔讲是？好，我有我家己的办法。大海征信社信。妈，莫安尼啦。你别管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处理。歹势，我要麻烦你来调查一个人。我姓杨，调查迄个人叫刘立伟。伊叫萧天爱，是日本维纳斯集团派来台湾的。伊敢毋是新来妈妈如月？萧天爱，你确定伊的本名叫萧天爱100%确定。有关伊的资料，我是对日本维纳斯集团甲调出来。世界上敢真正有人心做遐尔细？因即摆来台湾吼，敢若要甲明记集团讲什么桃花苑度假村？进行策略联盟合作计划。你一摆，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将刘立伟彻底拍倒。萧天爱小姐吼，即马阁是独身啦。台湾足侪政商名流吼，拢想要甲伊牵关系啦，看会当为身上得寡好处无？你对了真好。来，你将这个相片交当处长夫人就使，其他我来保管。毋过这，你放心啦，喏，我对伊遐看头面，搁会晓做代志的人是真大方。你交代，我照办。还阁有，等下你派人将物件送阮董事长夫人的时阵，千万爱记得强调，阮董事长甲萧天爱小姐的关系有安尼啊亲密，还阁有因的亲密的行为。你若讲得愈详细愈好，知无？我知啦，看有啥物香艳刺激，还是干柴烈火，拢总爱讲对毋对？我马上叫下骹手人去办。啊，我先走，来去。董事长夫人，这边来。董事长夫人，你这一摆啊，规间嘉宾拢光起来呢。物件咧？你敢坚持要看这相片？你若无我找你要做啥？我感觉一切啊，拢是老董事长一时的迷信，你唔通伤怪伊哦。看会出来，因两个感情还袂歹。董事长对迄个查某人敢若真大心的款。迄个查某人爱啥物件，董事长一句话也无讲，都随双手互伊呢。我实在想无，迄个查某甲夫人你的端庄贤淑是安怎比的？你哪点？物件我。夫人，你看了唔通生气哦。
是如月。是如月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妈，哪里来代志啊？讲有清楚。是啥物代志袂当等我下班转去厝？你需要安尼大声细声撞入来我的办公室，你唔惊外口的人听着你看笑话哦？看笑话，你若是惊人看笑话，你就莫做这种袂见笑的代志。爸，妈有敢若真重要代志要找你。这无你的代志啦，你去无用你的。妈，你较冷静，我先出来去哦。替我甲门关好势。啊是啥物大代志？啊你莫紧讲到底是啥物大代志？你一定爱冲来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反了。我反哦，你讲我反啥？你若袂来代志看清楚，再来讲是你反还是我反？你看啊！你是找人咧跟踪我呀？刘丽云，我转去后头厝才几工啊，你就甲如月迄个袂见笑的查某人斗阵，伊是安怎会出现？哦，原来这所有的一切拢是你计划好势，伊根本就无死，是你找一个所在来创啊好势好势，啊，逐工走去甲伊约会，是毋是安尼？你先甲代志摸清楚再搁讲啦，这个人毋是如月啦。自信把你甲伊是你讲毋是如月。我甲你阿妈母感情20几年，这种代志你也做得出来？你敢对得起我？你敢唔惊受到报应性？我搁甲你讲一遍，这个人伊毋是如月，伊毋是如月啦，伊是日本维纳斯集团的负责人，伊的名号就是萧天爱。萧天爱，你就是讲咱换一个名，换一个身份，我都认袂出来是。我有目睭会晓看，我有头壳，我家己会晓想。有迄款查某人，出事就专门诱拐别人翁婿互你吃。算讲伊想做，我嘛认得出。阿芬啊，我拜托你，莫食烦好唔好？你唔通袂记呢，你是董事长夫人呢。你总来我的办公室，大声细声安尼咧无理取闹，外口的员工若是知影，你袂感觉计笑哟？我这个董事长面底皮，搁爱顾咧人，我无爱奉陪啊啦！你还惊人看见消息？我杨碧芬对你这几年，我无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今仔日人看笑话，惊见笑人，应该是你刘立伟。从开始，如月就亲像无形啊，挡伫咱阿妈母中啊。我就是讲你早就放弃对伊的感情。你愈来愈笑我，连我背后甲伊偷来暗去。你讲，你无法度真心爱我、对待我，你到底是安怎要走啊？你到底是想要讲啥话？有咱离婚吗？离婚哦？你想足久啊哦？讲出来也是。我跟你讲，我无可能让恁两个遐尼逍遥快乐。恁两个若真活这么久，我无可能放恁两个安尼就煞。
小查某，我已经无话通讲啊。对，我是笑，我互恁两边甲起笑。刘立伟，我来讲，就算讲我两边分死了，刘太太这个位置我嘛有可能让我如愿。恁两个啥物拢要拿小心。我就讲啊，随细你啦，我无想要去加了我的嘴话来陪你讲话啊啦。你这种歇斯底里的个性，我无气来去陪你去算落去啊啦。水在我心。好啊，我即摆就来找如月，甲伊算这20年来的账。我后面来用我。阿芬啊，无你是免对啦。啊，子健啊，你妈即摆打冲出我办公室，甲对了掉啦，莫为这无代志。爸。爸。歹势，阮无啥方便查到住客的资料。也毋过是伊约我来遮甲伊见面的，我就袂记伊房间的号码，你就方便拿讲一声，好不好？真正真歹势，无啥方便呢。请问拄则是毋是有一位小姐讲要找萧天爱小姐？有啦，也毋过伊今早一步离开啊。所以伊应该去楼顶啊，是？为着要保护人客的隐私，阮袂当随便透露伊的房号，所以我袂使甲你讲伊是毋是有去楼顶。好，我知，多谢。多人等。Hello， 啊，你以为是你哦？兄弟啊，你即摆甲皮包看咧，赶紧离开饭店。赶紧离开饭店，是安怎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指示要给我？你先莫问遐尼济啦，你去门口等我，我即摆已经伫路里啦，我马上就到哈。喂，什么代志啊？你雄雄讲讲。请问你是？你好，萧天爱小姐，我是。如月，这是你。妈，伊毋是如月阿姨啦，伊是萧天爱小姐。你也甲我认着，叫是我是如月啊，我已经惯势啊。真歹势，我叫做萧天爱，是日本维纳斯集团的代表人。借问你安怎称呼？你骗得过别人，骗得过我。这位小姐，你是毋是有什么误会？你讲，我不准讲伊是意外。你是安怎要甲伊讲规矩？你是安怎要来拖磨我？你让我暗害，你让我暗害啦！妈，是的啦，妈，你较冷静啦。伊真正毋是新来姨妈，伊是萧天爱小姐啦，你较冷静啦。你袂猜伊是如月是，也毋过我认得出，伊就是如月。伊就是算讲小作为，我话你认得出伊就是如月。这位小姐，请你较冷静一下好无？我根本就听无你咧讲啥。你是有暗的人，你是安怎要搁诱拐我的你话？你到底爱我安怎做？你开不去放我线？我两个囡仔已经叫你害死，安尼讲阁无够势。这么济查甫人，你是安怎要甲我唱我的你话？你让我你话醒来，你让我你话醒来啊！你是刘立伟的老婆？你既然知我是刘立伟的老婆，你是安怎要唱我的你话？你是安怎要唱我的你话？你讲，你让我
看你问题啊！天爱，好，刘立伟，你来了扶我。你今仔日，咱三人来等一个清楚。直接给你啦！妈，你慢点啦，你个冷静啦，妈来啦，你先进来。是安怎20年前的代志搁发生啊？是安怎如也搁做下？你不是人！妈，你较冷静啦，这嘛无愿意看到这款代志发生啊。照我看，爸是叫迄个查某袂去。要不过你愈闹，代志是愈害尔。那你我是要安怎？敢讲20几年的青春，20几年的婚姻，就煞煞去啊是？妈，我替你感觉足唔值的。要不过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目前上重要的是要你顾到你家己的权益啊，唔通到时哦，不该人财两失啦。之间，你来讲是什么意思？妈，爸的心吼是找袂到转来。要不过你敢愿意将家己的名分、财富、甲事业，嘛拢总送互伊是无？那有可能啊？你敢有啥物办法？爸伊会走出去乌白来吼，因为感觉公司拢送轨道，啥物代志拢免烦恼啦，所以唔知会。是的啦，妈，我来讲敢会唔好？不要紧啦，你有啥物话，你就直接讲。公司的股份爸占上多啦，所以伊做董事长根本无问题。渐渐就失去约翰医师，除非咱出险招。什么险招？这个计划，就要妈100%信任我才会用的。只要会当刘立伟转来我的身躯边，什么代志我都愿意做。安尼就要很麻烦妈，将你伫公司的股份拢过户给我，互我伫公司的股份比爸较多。到时阵我就使以公司的大股东的名义来控制伊，互伊产生忧患意识。安尼自然呢，伊就会将心放在公司顶管。到时阵爸为着要巩固伊所创立起来磐石建设，就袂浪费时间伫其他的代志顶管。妈，我知影你对我还阁有一寡顾虑啦。你惊我会将磐石建设吞去，要不过你想看觅，到时讲咱这个计划若成功，毋但爸会乖乖转来你的身躯边，相信我嘛一定甲课前共款，一世人乖乖伫你的身躯边做一个乖囝。好，照你的方法去做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天爱，你听我解说啦。你是要解释啥？事实肯定感情，你是一个有妇之夫，敢毋是？你根本就无应该对我许下承诺，嘛无应该互我来介意你。更加想袂到，我萧天爱竟然伫不知不觉内面，变做是别人婚姻内面的第三者。是的啦。你是应该甲我是的，你也无老实，当时去伤害着两个查某。但是我是真心爱你的嘛，为着当甲你做伙，我甘愿放弃我的婚姻、家庭、事业，为着你，我会当无舍任何的代价呢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若是会当甲你做伙，其他啥物拢无重要啦。我求你唔通搁再骗我，我捌甲你讲过，我袂去相信捌甲我欺骗过的人。真爱，你是要创啥？人的嘴会讲袂出，但是心袂嘛。你感觉袂着我的心哟？我来隐瞒我已经结婚的事实，迄是因为我无想要失去你。你若真是要甲我定罪，我的罪就是因为我伤过爱你啦。立伟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请
请你真认真、真老实来回答我。我会真认真、真老实回答你的问题。你的愿意放弃你即马所有的一切，要来跟我做伙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真心地爱我，还是把我当作是你的粗人情人、如月的替身？我想，这个问题连你家己嘛想袂清楚。麻烦你，等你想好清楚你家己的感情，再来甲我讲你爱我。小天爱所有的资料，敢若70年。10年前，这个查某敢若毋捌存在过。妈妈失踪嘛，拄好10年。连时间拢遮尔啊下，若是安尼是，迄个小天爱真正有可能就是阮妈。李秘书，李秘书，有人叫快递送货来互你。多谢吼，麻烦你啊。多谢。这吼一定是君华。唔知你变啥梦？嘉文，你上会冲啥？喂，罗氏健身你好。金兰，你有收到我的花无？有啊，多谢你吼。也毋过，请你后摆莫遮尔破费。我知影有一间意大利餐厅还阁袂歹，唔知影我敢有这个供应会当请你做伙去。也毋过我今日规工拢做无用的呢。为着表示我的诚意，我亲身来接你。唔免啦，我即摆咧开会呢。你敢真是还阁咧开会？既然无伫咧开会，就表示你有时间咯。好。多谢你答应我的邀请。其实我实在足失礼的。你头一遍来台湾，我也无好好招待你，真正地主之谊，实在足歹势。金兰，你甲我讲话，敢一定要切客气是无？我俩阵咱已经是朋友啊。你是杨夫人的特助吗 ？No， 我是一个普通的查甫人，当伫追求我一个介意的查某人。我的心肝内敢若有俊华，你知影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只要你若未结婚，我就追求你的权利。嘉文，你安尼做，只是伫咧浪费你家己的时间。是毋是伫咧浪费时间？以后才会知影。金兰，我知你即摆心内只有俊华一个人，也毋过袂当保证讲以后你的心内就无我。我只是要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你应该袂遮尔小气吼。好，莫想啊，咱先点菜好无？甲巴肚食好饱，毋只要开来想代志。这间餐厅意大利菜做了确实袂歹。连讲咱再过来其他餐厅食看卖。嘉文，我想我以后应该无机会搁甲你单独用餐啦。你还是找别人啦。我讲过啊，这拢是我心甘情愿的啊。你用放较轻松的，唔要有压力。我拢已经甲你讲遮济啊，谁那你遐尔啊固执的？因为我无想要错过你。我知影我家己生做甲你的初恋情人就行，因为安尼我嘛比其他人更加有机会去接近你的心。嘉文，我承认我最爱客气呢，也毋过不管安怎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我敢若知影即马，我爱珍惜的人是俊华。就算已经是过去，只要你若愿意，
记忆也是会当随时为我复活，只是看我有够热情啊无，有够拍拼啊无，敢有法度把你两栋回忆的面具融化掉？是的。记忆可以复活。新兰，敢讲你嘛咧期待课前重新转来你的生命？要若无，你想那个？张俊华，你即摆是一无是处，连一个看到的头路都无。你是凭啥要有新兰幸福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君华，啊，我若想歹哭，俊华伊袂有代志。俊华伊要有代志啦！刘先生啊，卢大凯，俊华这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恁连电话中哦讲也无清无楚安尼，俊华到底是安怎？是安怎哪发生车祸啦？啊，这么对方是啥物人啊？啊？罗大人，你先莫急，俊华即摆内底动手术啦。护士小姐，阮俊华手术了有顺利无？请问恁啥是张俊华的家属？我。张俊华的血型是罕见的 H 阴性，目前阮病院的血库存量无够，请问恁啥有甲伊同款的血型？我是 RH 阴性，我是伊的老爸啦。那你紧带我入来，我帮你检验。好。周特助，你来偌久啊？有代志甚？听讲张俊华伊出车祸啊，老夫人真关心伊的伤势，所以特别交代我过来了解一下。来，恁坐，来恁坐。是安尼啦，俊华吼，伊的手术真顺利，嘛真成功。即摆已经转去普通病房啊。你转告老夫人，感谢伊的关心。老夫人一听到俊华少爷出车祸的消息，已经连续敲几通电话来关心啊。也阁讲，假使状况若无好，伊要派专机甲俊华载登去香港接受治疗。敢讲宝琴因老母想要趁这个机会，甲俊华带走？张署长，假使若有方便，敢会当请新兰小姐带来病院看一下张俊华？我想要亲身来探望张俊华，唔知我都向老夫人做详细的报告。即阵啊吼是下班时间啦，唔知新兰伊另外有安排什么约会啊无？张署长，其实我无安排什么约会，也毋过，那你都麻烦新兰小姐。也毋过我，歹势哦。喂。你讲即摆去找嘛？萧天爱，好，我念就到。张署长、周特助，歹势吼，因为阮弟弟有急事找我，所以我即马必须要马上赶过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做你去无闲啦。周特助，这是俊华大的病院，还佫伊的病房号码，麻烦你家己寄去。歹势吼，张署长，我先来去。这，博生，歹势吼，我公司拄则有代志耽误，安怎无代志吼？两客。博生，安尼唔好啦，咱安尼一而再再而三的叫了萧小姐，伊会生气袂？
我真可怜这萧小姐，就是咱失踪10年的妈妈。这为了要妈妈回来咱身躯边，什么代志我都愿意做，什么苦我都愿意受。萧小姐你好，歹势吼，这还毋过来叫了你。有代志是？妈，不是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安尼叫萧小姐，伊会怪怪的。袂要紧啦，我知影恁两个并无啥物恶意，有代志紧讲。妈，阮带你来去一个所在，一个会当互你恢复记忆的所在。是啊，萧小姐，阮想要请你讲去一个所在，假说你去遐个所在，你还是啥物拢想袂起来。那安尼以后，阮两个人都袂阁再来叫了你啊。我知影。刘先生有较好无？哦，真济啊啦，也毋过迄空喙有当时会长长呢，是毋是还袂捌的关系啊？哦，这是正常的情形啦。假使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就按铃，阮的护理人员就会过来吼。好。啊，医生啊，我啥物时阵会当出院啊？你先好好休困，等报告出来再讲啦。哎呦，医生啊，拜托你看卖啊，我无代志啊，我会行走啊，我无想过要倒面床顶浪费国家医疗的资源嘛，互我出院啦，吼。好啦，你先休困，我才甲恁厝内底人参详吼。参详啥？医生啊，我是毋是有啥物问题哈？医生，你甲我讲啊，我这个人足乐观的嘛，你甲我讲啥，我拢能接受啦。来，讲我听看嘛。基本上，你的外伤是无啥物问题啊。要毋过上重要的是，你的脑部。我的脑部有啥物问题？阮检查出来，你的大脑有一个血块，去对着神经，惊影响到你的身体功能。那你这声我毋是爱开刀啊？要毋过你的血块伤大，我惊开刀时间也伤长，会造成你的脑部缺氧，也阁有清创不完全的问题。什么啊？什么问题？我听拢无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植物人。我无问题啦，毋免大惊小怪。君华，君华，有理，我手内有你破坏新兰一家人的证据，你就走袂出我的手中心嘛。我知影这摆搬出去，是要甲迄个狐狸精斗斗阵对无？规定我就是连一秒钟我拢无想要留伫这间厝内啊啦，闪啦！我的头壳足痛，妈，你甲我讲，你想要害死苏玲？你讲我害死苏玲，是我摕安眠药互食的，是我甲伊讲，咱斗阵去死，是无？是我叫伊爱我，是无？你袂变小查某，对人无意思，手指你也敢收？你别骂我，我不会求你人的意思。较大声的！他全世界拢吵死啊！我人知这如愿我没变小啊！君华不见了啦！你意思是讲，君华偷偷离开边？你甲伊信任是？你若爱我就让你啊。青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